大家好，澳門市台灣省台北車站本月9號發生嘅性侵案，一名44歲男通緝犯邱某喺車站大廳將一名酒醉嘅71歲香港女遊客拖到牆邊性侵。台灣省台北地檢署10月28號依乘機性交，公然猥褻罪起訴疑犯，指其喺偵查中翻供否認犯行，飯後態度惡劣，建請法院重判7年。檢方查出邱某因案件遭判刑，經合併執行徒刑6月可以科罰金，但未繳納罰款被通緝，所以喺台北車站大廳露宿。據多家台媒報道，71歲受害人今個月初獨自到台灣觀光，抵達台灣之後遺失行李箱，喺台北車站瞓咗4-5日。認識現場露宿嘅街友，期間有見過44歲嘅邱某，初步認識又飲酒傾偈。9日朝早11時許，邱某同被害者同數名街友喺台北車站大廳東側飲酒聊天。下晝15點22分，其他街友陸續離開之後，邱某見被害者無力抗拒，先以雙手環抱將被害人拉至大廳牆邊性侵得逞，過程大約10分鐘。事後經現場其他旅客錄影後報警處理。警方下晝3點37分許獲報到場逮捕邱某。檢方指出，邱某喺被害人仍然有意識嘅時候，明知對方肢體動作已有抗拒，佢利用對方酒醉失去意識、不能抗拒情形下，公然喺台北車站人來人往嘅大廳犯案。且邱某雖然喺警詢中坦承，佢又喺偵查中翻供，飯後態度惡劣，請求法院被告有期徒刑7年。對於案發當日，受害人只係記得曾經同街友飲酒，根本唔記得酒醉後發生何事，直到喺醫院驗傷酒醒，感覺身體不適，睇到檢控畫面先知道被侵犯。